最近呢，有啲朋友就會問啦，老師啊，咁五行嚟講係咪對應翻呢你身體嘅部位啊咁樣呢？咁其實你睇得到下，而家喺市面上比較叻啲嘅中醫師呢，都會呢睇咗你嘅八字先嘅，睇咗你嘅成個劇本之後呢，嗱，如果係過多或者缺嘅話呢，都會對你嘅身體機能呢都有影響嘅噃。例如甲乙木呢啲屬木嘅，如果你係多咗或者係缺嘅，對你嘅肝膽呢就會影響嘅噃。因此呢，如果你提早知道咗自己嘅劇本啊，知道邊一方面係弱啲嘅話呢，咁你要特別注意啦。從細呢開始呢就養好呢個習慣啦。例如好似我咁啦，我嘅木呢被合走嘅，我嘅肝膽部分呢會弱少少嘅。因此其實我自己嚟講呢，從細開始呢就已經盡量呢就唔飲酒唔食煙。熬夜咧都少啲嘅，咁樣嚟講咧就係保護住咧你嘅最弱嘅機能噶。例如丙丁火咁樣，好似係丙火啊各樣咧，當然咧對你嘅心臟啊、心血啊、血管類啦，會有影響噶噃。例如咧少咗水啊，或者係多咗水嘅五行嚟講咧，對你嘅泌尿系統啊、女性嘅婦科啊咁樣咧都會有所影響嘅。因此咧，其實大家咧可以對應翻你嘅五行。如果你嘅劇本、你嘅八字嚟講多與冇咧，都會有影響嘅。你睇一睇而家啲中醫都係咁樣去睇嘅，證明嚟講咧係非常非常科學嘅噃。如果唔明嘅話咧，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